一来到乳牛的家，除了有农村景色造景，上吸引人就是羊驼等高水疗愈的小动物，吸引亲子来饲牛呢，饲牧草甲因互动。这年来已经成为亲子旅游甲幼稚园户外家下真好的所在。位于柳营的北往罗龙区，曾经是台湾上大的牛奶产地，所以当地业者嘛转型发展出休闲农场。伫十几年来辛苦经营，嘛经过疫情的冲击。今年3月，拄对台南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谢任的蔡英亲就表示，疫情过后，因希望配合24节气，带来游客来台南调享农业四季的主题游艇。我们协会也有在做这个四季旅游哈，把这个旅游的规划到精致一点哈，也可以治，也可以吃，也可以体验，也可以采果哈。就是讲有多方面的哈。咱要安怎设这个迄个观光吼？因为咱台南县唔比台南市，伊是古迹吼。咱这是拢农业而已嘛吼。所以咱一定爱以农业为主嘛吼。农业这个方面，我们有开始已经做到。到现在已经都很成熟的像卓玛奈啦大坑他们都有注释了还有仙湖他们也都有注释了嘛所以我们有2日游的、1日游的、3日游的都有了从山上可以游到海边啦。当然，民间团体努力经营，全力发展休闲农业，嘛希望政府单位伫公共设施甲交通顶面的配合改善，吸引更较侪外地游客愿意来台南，对山区一路升到海边。台南新闻管制何秋邦采访报道。